那这样你看，太极台上面是中元帅，太极台下面的八家将，还18将。哎，那你看这个团呢？那这个后面的金融啊，可以再来看，我那边有2000个50块的硬币啊，2000个50块的硬币啊。后面有一条金融，好，那会写了，好。好，我是平安哈，好，平安大汉字，感谢你哈，感谢咱对学习内容，好的热忱啦哈，现在当有这个福气吼来热忱是呢，来最近，来参与咱这次咱这个聊天介绍这个盛会吼。